過咗60歲，如果你將自己所有身家連埋最後嘅棺材本，一次過全數交晒俾仔女，你以為自己係個好偉大嘅父母？我同你講，你真係錯晒啦！從命理學同因果律嚟睇，你咁做唔單止幫唔到佢哋，反而係親手毀咗成個家族嘅福報。提早將大筆財富交出去，只會壓垮佢哋薄弱嘅命格，更加係將你自己晚年最重要嘅養命資源連根拔走，最後落得痛苦後悔嘅下場。我同大家講個真人真事，你聽完就知道盲目奉獻呢4個字背後嘅代價有幾咁慘。我有個街坊，我哋叫佢安叔。安叔喺我哋香港揸咗30幾年紅頭的士，每日坐喺的士入面10幾個鐘頭，連去廁所都要就住。佢同過身嘅老婆成世人慳吃慳穿，平時買餸一定要等到黃昏尾檔先去執夜餸，幾十年嚟先積到400萬現金，仲買咗一層舊樓。前幾年安禪走咗，就剩翻佢2父子，個仔拍拖準備結婚，女家要求一定要發新樓，仲要寫埋未來新抱個名。個仔每日翻到屋企就喺安叔面前唉聲擔氣，話香港樓價咁貴，幾萬蚊人工根本儲唔到首期，買唔起樓就結唔成婚，未來外母又睇佢唔起。安叔見到個仔咁苦惱，心入面好難過。佢諗住自己都70歲人，留住咁多錢做咩？遲早啲錢同層舊樓都係留俾個仔噶啦，不如而家幫佢一把，等佢成家立室，自己都可以安心過晚年。於是安叔做咗一個令佢後悔終生嘅決定，佢將層舊樓賣咗，連埋戶口嗰400萬現金，全身家1毫子都唔留，全數交晒俾個仔，首期買到新樓，自己就搬入個仔嘅新屋，以為從此可以一家人齊齊整整甜甜蜜蜜。點知交咗財產寫咗仔女個名之後，安叔喺呢個家嘅地位即刻發生咗180度大轉變。新屋裝修得好靚，但係根本冇安叔嘅專屬房間。個仔同新抱話要留一間做書房，第日有小朋友又要留一間做 BB 房，安叔只能夠屈就喺客廳瞓嗰張直搭梳化，每日好似個外人咁寄人籬下。朝早唔敢早起床，怕嘈醒後生仔，等佢哋出咗門先敢拉開張梳化。新抱嫌安叔去完洗手盆地下有水滴，嫌安叔食飯聲太響，夜晚黑咳2聲都單打，話尋晚成晚冇得瞓，影響今日返工精神。個仔喺中間為咗息事寧人，不但冇幫安叔講說話，反而指責自己老豆。阿爸，你忍下啦，我每個月都要供樓，大家壓力都好大，你做長輩嘅就遷就下後生啦。安叔喺自己出晒血買嘅屋企入面，活得連一個外傭都不如。但真正令安叔鐵底寒心嘅係舊年冬天發生嘅事。安叔落樓買餸嗰陣跌倒，跌斷咗大腿骨，入咗醫院睇急症。醫生話要準備做手術，手術費連同出院之後要請幾個月看護飲食調理，加埋都要成10幾20萬。安叔自己戶口一早已清空，唯有望向個仔。點知個仔去到病床前，面有難色咁同安叔講：阿爸，我每個月供樓好大壓力，新抱又啱啱有咗 BB， 要準備生仔錢，我手頭上真係攞唔出10幾萬現金。你轉去公立醫院排期做手術啦，看護就真係請唔起，到時出院你唯有自己慢慢行啦。我哋真係冇時間照顧你。安叔聽到呢番話真係晴天霹靂，佢望住眼前呢個自己用盡一生血汗去培育，甚至連本都抽乾嘅親生仔，眼淚流到連路都睇唔到。坐喺輪椅同我講呢件事嘅時候，安叔成個人瘦到得返骨頭，眼神入面完全冇咗生活嘅光芒。我同佢講：你唔係輸俾個仔，你係輸俾自己嘅天真。你將自己生命嘅最後一道防線，你嘅底牌交咗俾人，
人哋點會再顧及你？你以為你係偉大，其實你係將自己晚年嘅養命資源連根拔走，徹底交出咗主控權。我哋香港長輩辛辛苦苦大半生留翻喺手度嘅每一分錢，唔單止係用嚟買嘢食，更加係你個安全感同尊嚴。如果你提早將所有底牌交出去，你就等於將自己置於險境。連病咗要睇醫生，請個看護都需要看人面色。所以我今日第一件事就要叮嚀大家，無論如何一定要記住8個字，守住老本，尊嚴到老。點解我會話提早交出家本，唔單止係害咗自己，更加係親手壓斷仔女嘅命格。大家一定要從易經同命理最深層嘅因果去理解。易經坤卦有一句好出名嘅經文，叫做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用我哋嘅大白話拆解，即係極大極重嘅財富同能量，係需要對等嘅德行、閱歷同承載力先至鎮得住。後生仔30幾歲，未真正經歷過社會嘅毒打，未試過白手興家，佢哋命格入面嘅承載力係好薄弱嘅。你突然之間將幾百萬甚至一層樓掟落佢身上，佢嘅命格根本載唔起呢筆財富。喺命理學上呢個現象就叫做財多身弱。當一個人賜唔到攀大能量嘅時候，突然得到嘅大筆財富，往往唔係祝福，而係嗰端。你可以見到好多後生仔一攞到老豆老母嘅幾百萬，就開始揮霍無度，以為賺錢好容易，失去咗奮鬥嘅意志。又或者信心過度膨嘅，亂咁聽人講去投資去炒股，結果短短幾年間就把你幾十年嘅血汗錢揮霍一空，甚至仲要背負一身巨債。你以為你自己俾錢佢係幫緊佢，為佢鋪路，其實你係推緊佢落森林，益奪咗佢自己去經歷風浪，強大自己命格嘅黃金機會。你夾硬要改變天道因果，老天自然會用另一種殘酷嘅方式嚟平衡。講完仔女，我哋再講翻你自己。人過咗60歲，氣血漸漸衰退，喺命理學入面，財就代表住你嘅資源、尊嚴同埋最後嘅安全感。你名下嘅物業，你戶口入面嘅存款，就係你晚年嘅養命之糧，係你立足喺呢個世界最堅固嘅底氣。呢筆錢唔單止係用嚟買嘢食、睇醫生、買公仔麵食，佢喺無形嘅氣場入面，仲為你提供緊一種強大嘅安全感同生命能量。當你有呢筆錢鎮住，連邪風病氣都冇咁容易入侵你嘅身體。但係當你將戶口清空，將層樓過戶，你就等於親手將自己條命脈斬斷，冇咗養命之糧，你嘅潛意識會陷入極度恐懼同不安，你嘅氣場會瞬間變得極度卑微。你日日要看人面色、記人年下，呢個係氣場能量嘅真實轉換，一點都唔會錯。你將自己所有嘅生命能量全部輸血俾仔女，你自己就只會加速枯萎。所以我哋做父母嘅心軟係天性，但心軟唔代表要盲目奉獻。守住你自己嘅養命錢，其實先係對你自己、對仔女最負責任嘅做法。只要你手頭上有底牌，你先有能力照顧好自己，唔使增加後生仔嘅負擔，同時亦能俾仔女留出自己拼搏嘅空間。呢個先係真正嘅家宅和睦。聽我句勸，任何時候都唔好交出你最後嘅陣地。我哋一齊把呢8個字牢牢記喺心入面，守住老本，尊嚴到老，睇穿人性最深嘅一面。其實任何關係，包括親生骨肉，本質上都係睇邊個手頭上有實力。久病床前無孝子，呢句話點解可以傳世幾千年？因為佢直擊人性最殘酷嘅底線。當你手上握有資產、有定期存款，你喺仔女心目中就係一尊菩薩。佢哋就算唔係100%真心孝順，但係為了將來可以分多啲遺產，佢哋都一定會對你客客氣氣，
逢年過節會買嘢令你開心，你病咗會第一時間開車送你去睇醫生，甚至車你去私家醫院留醫，因為佢哋好清楚知道你有價值，你手上死掌握住資源，邊個對你好，將來邊個就攞得多。但係當你兩手空空、退無可退嘅時候，我哋喺佢哋眼裏就唔再係恩人，而係一個隨時需要人照顧，只會增加佢哋經濟負擔同精力負擔嘅大包袱。大家不妨諗深一層，點解以前舊時代嗰啲大家族，老奶奶坐喺大廳，成家新抱仔女都要恭恭敬敬，連大聲講嘢都唔敢？唔通真係因為以前啲人道德高尚啲，特別懂事孝順？錯啦，真正嘅原因係因為夾萬條和氏屋契同地契死掌握喺老人家自己手度，呢個經濟大權先至係家庭地位嘅定海神針，亦係維持家族秩序嘅根本。你而家提早將底牌交晒出去，等於將自己晚年嘅話事權交俾毫無底線嘅人性去考驗。呢個世界上最經唔起考驗嘅嘢就係人性。連佛祖都唔敢隨便去考驗人性，你一個凡夫俗子嘅老人家，憑咩覺得你嗰啲仔女嘅孝心可以超越人性嘅自私同貪婪？當你將全部財產奉獻出去嗰一刻，你就已經失去咗所有反抗同選擇嘅能力。任由佢哋點樣對你，你都只能夠吞聲忍氣，連自己搬出去租間綠房嘅能力都冇。我哋香港長輩辛苦咗大半生，為咗家庭，為咗仔女付出咗所有青春晚年，絕對唔應該落得咁樣嘅下場。你手頭上嘅每一分錢都係你晚年生活嘅尊嚴底線，係你面對疾病同風浪嘅唯一保障。如果連你自己都唔珍惜呢份養命資源，隨便便送出去，又點樣指望別人會尊重你、照顧你？人到晚年最重要嘅唔係聽仔女講幾多句甜言蜜語，而係確保自己手頭上有足夠嘅資源，可以獨立體面咁生活。咁到底我哋應該點樣守住自己嘅財富，同時又唔會傷咗父子母女嘅感情？我今日準備咗3條晚年守財嘅鐵律，只要你跟住做，我保證你晚年就算遇到咩風浪，一樣可以活得有尊嚴有底氣。所以我今日必須要俾大家3條晚年守財嘅鐵律。只要你將呢3條鐵律記喺心入面，我保證你晚年就算遇到咩風浪，一樣可以活得有尊嚴有底氣。第一條鐵律叫財不外露，連親生仔女都要瞓，永遠唔好話俾任何人聽，你到底有幾多身家，戶口有幾多存款，財富係你嘅隱私，亦都係你晚年最後嘅防線。好多香港長輩喜歡喺親戚或者仔女面前認叻，話自己存咗幾百萬，以為咁樣好有面子。其實你咁做只係引人起天念。仔女知道你有錢，佢哋做嘢就會冇後顧之憂，買樓消遣膽大包天，因為佢哋潛意識知道後面有你托底。你要學識扮窮，出街着得過數啲。話俾仔女聽，生活剛好夠用，冇多餘錢，降低佢哋對你財富嘅期望，等佢哋斷咗依賴你嘅念頭，佢哋先會真正腳踏實地去為自己嘅人生打拼。保持神秘，你先有絕對嘅安全感。第2條鐵律叫夠急不夠窮，買樓生意問你拎，一概拒絕。如果仔女或者親戚真係遇到突發性嘅大災大病，關乎到生命安全，能力範圍之內絕對可以幫。但係如果佢哋係要買樓俾首期，要換車，要搞生意投資，要填補炒股欠落嘅卡數，一律要無情拒絕。唔好覺得難為情，你要理直氣壯話俾佢哋聽，我辛辛苦苦了大半輩子，呢筆錢係用嚟睇醫生同埋養老嘅，你哋嘅人生要自己去拼搏。仔女買唔起樓就去租樓，做唔起老闆就去打工，呢啲係佢哋自己嘅命，
你唔借錢俾佢哋，最多佢哋嬲你一陣。但係如果你借咗出去收唔返，搞到自己連睇病留醫嘅錢都冇，你就會痛苦一輩子。守住自己嘅銀包就係守住自己條命。第三條鐵律叫遺浪勝過生前預分。好多老人家怕死後仔女爭身家，或者想提早避開手續上嘅麻煩，好早就將物權拱手讓出。真係想留啲嘢俾仔女，最聰明嘅做法係立一張平安紙，揾律師寫好遺囑。只要你一日未離世，財富嘅支配權就必須死死掌握喺你自己手度。你要話俾仔女知，財產我已經安排好，但前提係你哋要盡到做仔女嘅責任。咁樣你嘅財富就唔係誘發貪婪嘅毒藥，而係牽制佢哋孝順你、為你服務嘅工具，而唔係用嚟討好仔女嘅貢品。我今日講嘅呢番說話，句句都係真心話。我寧願大家今日覺得我講嘢殘酷，我都唔想大家將嚟黐喺冰冷嘅病床，面對冷漠嘅仔女，流出後悔嘅眼淚。你哋用大半生嘅青春同血汗換嚟今日嘅安穩，你哋唔欠任何人。唯一對唔住嘅係一直冇好好愛過嘅自己。老子喺《道德經》講得好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。懂得守住界限，懂得保護自己，晚年自然有福報同安寧。身體係自己嘅，晚年嘅底氣從來都係自己俾自己嘅。今晚返去好好瞓個好覺，照顧好自己。你哋屋企嘅後生仔係咪都試過問你拎錢買樓或者做生意？你又係點樣處理嘅？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大家喺留言區交個朋友，互相交流一下晚年嘅智慧。記住呢8個字，守住老本，尊嚴到老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，我去飲杯茶先，我哋下次再傾。